瓦格纳兵变刷过了后，因的头人普里戈金就唔捌出现。但罗西亚是派人去敲因兜，找到金条甲武器。面车母公司出身的社交平台 Threads， 一天就超过3000万人用。不过 Threads 甲 Twitter 真相像，所以讲 Twitter 是话要提告。结果有一个乒乓俱乐部会员拢是帕金森氏症的患者，鼓励患者加拍乒乓，拖慢病情恶化速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国际关注林总署讲，日本绕核废水入大海计划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即阵韩国嘛公布一份报告，讲若是日本到时阵有遵守规定，确实就符合国际标准。所以讲韩国的水产市场是决定讲要家己加强检验因的海产，互因的消费者会当安心。不过中国迄边的态度就大较硬，今日是宣布要禁止日本福岛10个关的假食进口。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正式评估福岛核废水排海计划认为符合国际标准。这个消息引起中国甲韩国的无共反应。IAEA 署长格罗西切伫日本召开记者会，佮一摆说明评估内容只有针对东京电力公司的排放计划。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阵嘛强调 ，IAEA 并无威吓任何一个国家。We do not endorse the plan or recommend this to be done. We say this pla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tandards. We do not take sides. I'm not on the side of Japan or on the side of China or on the side of Korea. The standards apply to all in the same way. 对此，韩国嘛伫个同一天公布国内专家的研究报告，表示韩国原子能安全技术院为2001年8月开始，就对计划安全性做分析甲研究。初步的结论有确认，若是东电公司遵守规定排放，水内底放射物质湍的浓度会是比标准更较低目标值，是符合 IAEA 提出的国际标准。也无有关会对日本上尾后的排放计划检验适当性、甲可行性，甲做最后的判断。对此，中国是有关反对，要求暂停计划，嘛宣布要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10个关的食品，而且对其他所在的食品，特别是水产品的强化监管，严格审核有交出来的证明文件。在韩国有部分的水产市场是已经家己加强检验海产的辐射值。 이번에 오염수 관련으로 고객분들이 너무 불안해하고 하시니까 저희가 그 횟수를 3에서 5회로 늘렸습니다. 水产业者表示，因为核废水问题，河卖水产变得更加困难，这会当增加检测、减少人客的烦恼。而俄罗斯嘛去韩国说明 IAEA 决定，强调会伫排海计划结束进前，继续监督日本。公司新闻台是东北约。 瓦格纳佣兵军团兵变刷过了后，因的头人普里戈金就唔捌公开出现。本地白罗斯的总统讲普里戈金伫因遐，不过即阵是佫改讲已经转去罗西亚。这罗西亚迄边当然是无遐尼简单，就放普里戈金煞。即阵罗西亚安全部队是已经走去抄普里戈金的徛家，伊的豪华徛家好野厝嘛对咧见光。咱甲看这相片，逐间房间拢是大大间，装潢甲真气派，而且内底佫有藏金条、现金甲真侪武器。罗西亚官方媒体就公开批评这个普里戈金是背骨的，强调讲叛乱的调查也搁咧进行。 Возня силовики обнародовали кадры обысков в офисах и жилище основателя ЧВК «Вагнера» Евгения Пригожина. 俄罗斯国营媒体初步报出的收查画面显示，执法部门就是普里戈金为伫圣彼得堡的媒体集团办公室，甲一座占地1公顷半、亲像宫殿相款的豪邸，对展开猛烈的批评。影片显示，豪邸附有室内停车场、篮球场甲直升机停机坪，室内真豪华。小型军火库内底有真侪武器甲弹药，也超出规群的卢布甲外币纸票，真侪黄金，也有真侪假护照甲假头毛。报道详细讲到 普里戈金犯罪历史，表示这个兵变也继续伫调查。另外，政论节目的来宾也批评伊是叛徒。不过，普里戈金本人对6月24兵变了后就毋捌再再公开来出现，伊的行踪甲安全也真说一个谜题。当初介入协调和兵变落幕接受伊流亡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讲普里戈金已经离开白俄罗斯，登去圣彼得堡，部队是踮伫俄罗斯控制永久营地。 你当初愿意接受瓦格纳部队所讲的话，伊原是准算。Если они сочтут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размести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ойцов ЧВК «Вагнер» в Беларуси,
для отдыха,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так далее. Мы свое обещание, я свое обещание выполню. 李克里布林强是表示，因无对踪普里戈金的下落无多进一步来评论。国际新闻是会中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中国宣布禁止日本10个县的食食进口，讲若是日本的核废水落入大海了后，对因的水产品对掠搁较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真侪中国的好野人最近是搬去大泰国。万国国际学校今年的新学生，中国人就占8%成。泰国的国际学校股票今年是已经起75%。英国《Times》报道，日本的货运量上界大的名古屋港口去互罗西亚海峡攻击，规个港口的运作是调了2天，昨下晡才恢复正常。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同意佮送武器给乌克兰，风车卖送急速炸弹过。这款急速炸弹真强，恐惊会造成真侪百姓伤亡，这就引起国际人权团体关注。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意大利真出名古迹罗马竞技场，竟然是一号一个英国的观光客刻字。这个观光客佮辩讲，伊唔知影遐是古迹。这个人可能是爱食台票50万的罚单。中国主张的南海主权范围是甲真侪国家定塔，越南就是其中一国。所以讲，因对这个议题是真敏感。前日啊，芭比红爱电影，才因为内底有一张中国版本的南海地图，去达到越南的红线，转去互禁止放送。时阵，这全世界拢真情的韩国女团 BLACKPINK 嘛加入同款的争议。因越南演唱会主办公司看的南海主权地图，竟然嘛是中国的版本。所以讲，越南的网友即阵是开始要抵制 BLACKPINK 的演唱会。当地世界巡演的南韩出名女团 BLACKPINK 月初上英国海底公园音乐节的舞台，创下韩国音乐团体新的纪录。7月29、32天，为头一届去越南的土地唱歌，票价上悬卖价980万越南盾，相当是台票13000。无意外刷起目到南海主权争议。网友伫 BLACKPINK 越南演唱会的主办公司艾米娱乐集团的公司网站，发现中国主张南海主权的9段线地图，去家己网络顶留话抵制。对这代志，越南外交部切拉强调，9段线地图违反越南的法律。文化体育旅游部也对这代志进行调查。Quảng bá sử dụng các cái sản phẩm, ấn phẩm có đường chín đoạn tại Việt Nam là vi phạm các quy định của Việt Nam và không được chấp nhận. Thì cũng có tiếc một chút thôi ạ. Chứ còn về cái chuyện đường lưỡi bò thì đương nhiên em cũng sẽ không ủng hộ. Blackpink nếu mà đi xem concert thì em nghĩ là mình vẫn sẽ có nhiều cơ hội khác để mình đi xem. Chứ không phải chỉ duy nhất lần này. 专门举办艺文表演活动的艾米娱乐集团总部设伫北京，伫台湾、马来西亚、印尼、韩国加澳洲等12个国家拢有设分公司。马来西亚华裔出身的执行长周家海讲，这个代志是一个不幸误会。佮讲，网站的地图无代表任何国家的领土，并尊重每一个国家主权佮文化。若是引起争议的网页地图，现在已经无多人去。艾米表示，会换掉无符合越南人民期待相片。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面册母公司 Meta 推出新的社交平台 Threads， 是一天就有超过3000万人掠来用。不过因为伊的功能甲 Twitter 真相像 ，Twitter 就袂人偷摕商业机密，呛讲要甲告。其实这 Meta 公司已经毋是头一届去香港抄袭啊，亲像 IG 的信息看了随消息的模式。阁有24点钟限时动态功能，拢是另外一个社交平台 Snapchat 先推出的。阁有面册甲 IG 去年才推出的这几十秒的短影音，嘛互人讲是咧抄中国的抖音。不过，这社交平台之间要证明抄袭是真困难。这 Snapchat 甲抖音的头家拢干来当骂骂尔，这回 Twitter 就算咧提告，要告赢嘛无遐尼简单。Meta 公司所属的 IG 推出新的应用程式 Threads， 切拉正式上线，随伫一天内吸引全球3000万人注册，包括一款欧美明星甲网络名人。这款俗称文字版 IG 的社交 App 主打文字分享，互人认为是伫甲 Twitter 抢地盘。Probably oversaturated, and probably a space for new people to start coming on board and making themselves new as well. 不过因为 Threads 互动模式甲 Twitter 相同。
会当发布文字内容、连结，还是图片甲影片，互 Twitter 指控偷用商业机密，放掉讲要甲告。Twitter 代表律师就讲 ，Meta 雇用真侪 Twitter 前员工来开发 Threads， 是有计划侵犯智慧财产权。So I think Elon Musk should be quite careful about the way he thinks about throwing legal threats around. It's quite difficult to legally protect the idea of text in a news feed, particularly as Facebook itself did a news feed a long time ago. Meta 已经否认 Twitter 的指控，专家嘛认为 Twitter 讲法恐惊无理由，因为 Threads 目前也未开始营收，甚至有一寡缺陷，像讲无法度删除留言、无标签搜寻功能。若做 Twitter 要提出告诉，就必须要提出更加细细节来证明因是抄的。Twitter 的营运目前正乱，自从去互好野人马斯克买去了后，小连续发生裁员甲内容审核的争议，进前宣布要限制用户逐天会当看的推文数量，也引起创作者甲广告商的不满。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法国巴黎圣母因4年前就火烧，今年因是按算甲尖塔整修甲好势。不过，为着恢复相关所的模样，因坚持要用甲18世纪同款的方式甲建材来整修，过程真够工。所以讲，明年巴黎奥运进程要整修甲好，恐惊真拼。用长期的建筑物慢慢成型，这个80栋的橡木条是要做尖塔的底座。伫巴黎东部300公里外郊区，几60个工作人员正伫咧模型。因为这不是圣母院重建上重要的部分，也是伫当代将无容易拄到的高难度建筑工法。Today we are doing a dummy run, fitting it together. So if there are little things to sort out, we'll correct them, so we can be sure it will all work on site. It's very demanding. These are very heavy pieces, with huge dimensions, and all carved gesso. It's very complicated to fit together. 2019年4月19日暗时7点左右，法国巴黎圣母院大火。虽然全力抢救，这座起伫咧12世纪的哥德式大教堂依然损害严重，希望前总统下令5年来重建。今年已经是工程的第4年，其中上有标志性的尖塔，股票是伫今年进行拆起嚟。Vous en êtes d'où, Axel Bah là, on assemble ça. Ouais. Et après, vous l'assemblez. Et puis après, il y aura le perçage à faire que les gars. D'accord, ça marche. C'est un. 为了要恢复到上原始的样貌，尖塔重建坚持使用18世纪中期修建时阵同款材料、同款建筑工法，完工了也该调给你30公尺远，袂用有定打掉。We have to rebuild the framework exactly as it was, so we're working a lot from archives, looking to get every detail right. So yes, it is a challenge every day. 圣母院重建有真侪法国公司来参加，外国媒体估计，法国各地每工拢有要到1000位工人伫咧进行这项工程，像尖塔正有名的地水萃修，就靠专业的工匠详细雕刻瓦工。We tried to be faithful to the design. We're not really creating them, but it is a drawing we're working off, so there's always a bit of a gap with reality. 之前巴黎圣母院每年差不多有1200万游客。法国政府希望重建的进度会能赶上2024年巴黎奥运，不过照这么的情形，明年热天依然是无法度全面开放。公司新闻牛眼编辑。有的古迹是表示要保持上原始的模样，不过某一寡老建筑是转型行出新路线。亲像比利时的梅赫伦市，这间饭店就是教堂改建的。这个小镇内底，阁有教堂是改做抗病运动场。这个方式拢是互老建筑有新的价值、新的活力。旅客杀行李为这栋外形看起来亲像教堂的建筑行出来。比利时的梅赫伦市有一间饭店，就是这栋教堂改起的建筑内底。这个小镇人口只有85000人。饭店总经理表示，未少旅客来这住，享受宁静甲放轻松。It's a very quiet and relaxing environment, s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historical city. However, we're really a calm and a quiet place. So we often hear that people come here to relax and enjoy the silence of its former identity.
饭店不止提供大，甚至应互新人伫遮办婚礼。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研究，比利时只有55%人认为家己是基督徒，定期去教堂的人口加到只有1成。法兰德斯大区平均每一个城镇都有差不多6座的教堂，不过信徒无济，维护教堂费用甚至正做财政负担，所以有教堂都改去做饭店、夜店，也阁有8饼场这场所。People sleep in the church, maybe have sex in the church. So you could say, is it ethically a good idea to have a hotel in a church? I have not so many hesitations around it. I am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architectural value of a church. 真海爬山坪人伫室内人工爬坪场，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间爬坪俱乐部，伫经过反小教堂内底开业，创比利时第1例。头家表示，修理工程用将近2年，开超过100万欧元，合新台币3400万。Le premier c'est la hauteur. Là on monte, on a un mur qui monte jusqu'à 19 mètres, mais les clés de voûte sont à 26 mètres, donc on a vraiment une hauteur phénoménale. C'est très agréable, c'est génial, ça permet de vraiment d'exploiter à fond les murs. 无论改去做饭店或者是爬坪场，工程拢尽可能保持教堂的结构，以无破坏古迹为原则，互过去新城的教堂即马有全新的用途。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暂时核准日本甲美国制药公司同齐开发的一款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新药啊，健保冇补助。不过专家讲，这款新药啊，敢若初期有效，若是病情恶化了后，就袂当用啊。日本制药公司为采株式会社甲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拜展，合作开发的阿兹海默新药Leqembi，用1800个阿兹海默初期患者所进行18个月临床实验，结果显示，这个药物对减缓1.7%思觉甲记忆的减退有帮助，同时也大大减少阿兹海默的患者大脑贝塔混浆样2倍混浆样斑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找了正式核准学名叫做伦卡奈单抗的Leqembi上市。不过专家强调，这药只适用伫轻度认知障碍或者是轻度认知症阶段的患者，若症状恶化就无法度使用。At this point, there's no findings supporting the use of this medication for people in moderate or late stage of dementia. This is for people very, very early stage of a disease who are just forgetfulness with maybe minimal assistance needed for daily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ometimes there's a word or something that I'm trying to recall, and I can't think of it, but now if I just give it a minute, it pops into my head. It's so good. I mean, it just feels so good. 这种透过静脉注射药物1年爱开26000美金，在 FDA 全面批准了后，对应纳入服务65岁以上老大人的联邦医疗保险给付的范围。估算使用人会超过100万人，不过伊个认为实际使用人数会较少，主要原因是这种药会引起脑出血或者是脑长大这致命副作用。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另外一款目前嘛无法度治疗好完全的帕金森氏症，这患者上较明显的病症就是手会颤，久来就硬去，行动不方便。德国有一个乒乓俱乐部，因内底会员拢是帕金森氏症的患者。这个俱乐部就鼓励患者加运动、加拍乒乓，安尼会当拖慢病情恶化速度。而且朋友嘛会当伫咧遮互相分享治疗的经验甲心情。一个人当咧认真拍乒乓，若无甲你讲，你可能嘛看袂出来，因甲一般的人有啥物无共款。这是伫德国首都柏林一个专门予帕金森氏症的患者练习拍乒乓的俱乐部。参像今年69岁的 Lucy， 伊伫2015年就检查出来得着帕金森氏症，到今已经8档啊。但是为旧年开始，伊每礼拜2摆来这个所在，参其他的朋友斗阵拍乒乓了后，发现家己的情形改善真多，手袂阁一直颤，身躯的痛痛嘛减轻袂少。Vergesse ich das? Ich vergesse das und dann ich trainiere ja manchmal 3 Stunden. Ich habe überhaupt nicht gemerkt, so dass ich müde geworden bin oder so, damit ich dann auch besser schlafen kann am Abend. 德国的帕金森氏症乒乓协会伫2020年成立，目前全国有170个俱乐部，会员差不多1000人。
根据日本专家的研究，固定拍乒乓6个月了后，确实会当帮助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改善骹手的挫，也是会定酷酷的镜头。而且因为大家平平拢是帕金森氏症的朋友，斗阵拍球，嘛会当互相分享治病的经验甲心情，互因感觉真好。Die Stunde werden, wir sind keine Psychologen, aber ich glaube, wir Erkrankte wissen selber, was uns beschäftigt und was uns umtreibt mit Sorgen und Ängsten. 本身是患者的莫洛夫，同时嘛是大家教练。伊讲来这练习拍乒乓，上重要的是莫有压力。帕金森氏症的患者食药啊了后1点钟左右，是身体状况上好的时阵。若是药效退啊，也是感觉会忝，都要赶紧休困一下。伊个打算要组团去参加今年9月伫奥地利举办的世界杯帕金森氏症乒乓比赛。虽然讲帕金森氏症目前也是一种无法度治好的病，但是这些朋友拢希望透过运动，会当互病症恶化的速度减较慢呢。记者感恩编译。AI 机器人未来当做真侪工课。即阵联合国人工智能峰会就出现这款社交机器人，伊是开讲回答问题拢会响，而且伊会当24点钟待命，所以讲未来是有机会当斗做护理工课，看是陪老大人开讲娱乐，甚至佫会当斗联络亲人。Are you a robot or a human? I am a robot. I have a human-like physical appearance, but I am not a human. 老神在在准确回答问题，镜头前老千甲白色的头毛，外形真亲像中年妇女，伊是社交机器人纳丁。初六出现伫联合国人工智能峰会的 AI 展览场合的时阵，吸引袂少人注意。纳丁是由日内瓦大学机器人专家塔尔曼设计，伊捌伫新加坡的老人之家踮6个月，期间毋但陪伴长辈开讲唱歌，佫会当甲因做伙算宾果。They can provide companionship, help with daily tasks, and provide emotional support. 设计者认为，社交机器人会当陪老大人，互因较袂孤单，协助发送邮件、甲找人沟通，而且上重要的是，因会当24小时待命。对于长时间需要人陪伴的弱势甲老大人来讲，是一个真有力的助手，替护理人员分担照顾工作。而且纳丁的听识则拄升级，互动甲对话技能佫较提升，会当表达佫较复杂的概念。Nadia Thalmann is my creator. She modeled me on herself, and I resemble her. I am very grateful to her for giving me life, and I am proud to be her creation. Incredible, yeah. This is unexpected, yeah. 除了纳丁，展场佫包括会当协助失智症甲帕金森氏症的小海豹机器人、护理助理机器人，也会当甲 Rocking Roll 乐团作为表演的明星机器人，互袂少人感觉真稀奇。联合国人工智能峰会初6甲7日2天，伫瑞士日内瓦展开，有3000外的专家参加，会中讨论安怎制定标准，通确保 AI 应用伫即个用途。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